倒是我妈妈的姐妹，就是我的阿姨，她们上班的地方，常会有听到她们说：叫你姐不要再情绪勒索Leo王了。非常令人感到诧异的一个悬疑剧作，黑色幽默喜剧《寄生上流》，Leo王挂钩紧推荐。好 ，OK 吗？这个主要前几天金曲奖结束的时候，被问到9令，不小心说了上个世代，被大家这个就是不小心，对，所以刚好在这个机会跟媒体解释一下，那时候其实应该是说9令是跨世代的超级大明星啊。对，然后我也有跟9令说不好意思讲错了这样，对啊，所以就是现在对媒体你们有点恐惧，怕不小心讲错的。但是上个世代这句话现在变成一个流行语，你自己怎么看？我觉得就是，其实我要强调的不是上个世代，对，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啊，就是因为毕竟他也是到现在还一直都在有新的东西啊，对啊，就连我去那个社区的全家，就是都会有那个妈妈，可能小孩是幼稚园的妈妈说，我看到你的感言，我很感动啊，就是觉得就很感动这样，那我就会跟他说谢谢，我觉得应该的这样子。那你妈妈有说什么吗？还有对你情绪勒索吗？没有，我妈妈就是现在对我都非常的就是宽容。对我讲的祝福是什么？妈妈可以就是希望我越来越顺利啊，然后生活比较稳定这样子。倒是我妈妈的姐妹，就是我的阿姨，她们上班的地方，常会有听到她们说：叫你姐不要再情绪勒索Leo王了。